歡迎收聽和你看歷史。呢條片係 CIA 系列最後一集，我就會講下 CIA 最黑暗、最唔見得光同最有戲劇性嘅5大行動。呢條片講嘅係歷史，大部分係幾十年前檔案被解密嘅公開事件嚟㗎。上嗰兩集呢，我就講咗冷戰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即係 CIA 啦，佢嘅權力呢係不斷膨脹嘅。開始就以為無所不能啦，亦變成呢乜都敢做。CIA 有啲咩唔見得光嘅行動呢？咁就先講下 MK Ultra 人體實驗及洗腦計劃。呢項計劃呢，1953年被美國政府認可嘅。9年之後，1964年就開始縮細咗個規模，去到1973年正式停止，亦即係呢總共就搞咗20年。話說啦，二戰之後啦，德國有1600名科學家及其家人呢就被帶咗去美國。呢班科學家好多呢係納粹黨人嚟嘅，根本係戰犯，本來應該接受審訊㗎。但係美國呢就啟動咗萬字夾計劃，呢一班人呢隱藏咗身份，隱姓埋名。然後就變成幫美國做研究嘅科學家。萬字夾即係文具鋪買到要嚟夾住啲紙張嘅夾仔。其實二戰之後蘇聯亦有相同行動，就夾咗2200名納粹嘅科學家去莫斯科。蘇聯呢就叫做奧索維亞恩行動。美國就發現當時蘇聯同中共呢已經開始研究洗腦技術，研究緊點樣控制人類思想，同埋令人類嘅大腦發揮潛能，然後呢就控制。於是美國下令美國嘅科學家同德國嘅科學家一齊合作研究洗腦計劃。計劃嘅名稱呢就係 MK Ultra。根據 CIA 多年之後嘅解密文件顯示，當年喺美國及其他地方嘅大學、醫院、監獄呢啲地方有大量不知情嘅平民被進行研究嘅。個方法呢亦非常殘忍嘅。包括點呢？包括催眠、隔離、辱罵、性虐待、剝奪睡眠、剝奪感覺同電擊等等。仲有其他嘅酷刑嘅。唔少被用作實驗嘅平民呢，精神失常甚至自殺添。其中一個參與研究嘅精神科醫生個名叫做 Evan Cameron。呢條友呢研究咗一種人格解構技術，就試圖呢移除一個人嘅記憶，然後再注入另一種新嘅性格入去。MK Ultra 有個研究方法嘅，就更加係極端殘忍嘅。乜嘢方法呢？就係用一種叫做 LSD 嘅藥物俾受試者服用。LSD 係咩嚟嘅呢？係一種令人出現幻覺嘅藥物。呢種藥物係1938年瑞士化學家意外地發現嘅。呢個叫何夫曼嘅化學家就唔小心由皮膚就吸收咗微量嘅 LSD， 佢竟然出現幻覺同空間扭曲。之後佢自己就再服用250微克嘅 LSD， 仲踩單車返屋企。佢終於感受到 LSD 嘅威力啦。咁跟住其他科學家發現 LSD 可以令人講真話嘅，亦即係可以令人自願招供啦，又可以令一個人進入意識極度脆弱嘅狀態噶。咁樣就可以再注入一啲新嘅觀念俾呢個人啦，亦即係洗腦同控制呢個人。另外又可以令人出現狂亂嘅。咁所以 CIA 考慮過喺敵方嘅軍隊之中，又或者喺城市入邊使用 LSD。咁樣就可以令敵方投降。咁例如咩方法呢？例如喺水裏邊投入 LSD 啦。LSD 最可怕嘅地方係只需要非常非常微量已經有效力嘅，仲可以透過皮膚吸收添，而且無色無臭無味。所以 CIA 會將呢啲 LSD 放入飲品或者食品之中，又會噴落衣服上邊嘅，又或者紙張同埋門嘅手柄都得，甚至通過空調系統令人吸入都可以嘅。更加有趣，你更加諗唔到嘅係 CIA 連妓院都經營埋。咁點解 CIA 要搞埋妓院呢？係咁嘅， CIA 喺舊金山同紐約喺自己安排嘅據點聘請一啲妓女，呢啲妓女就先將男人帶入房，再向佢哋落藥，然後 CIA 嘅特工喺另一間房透過單向玻璃觀察嫖客嘅表現，睇下啲嫖客會唔會向妓女講出自己嘅秘密。呢項行動叫做午夜高潮，目的就係用嚟控制某啲特定人士嘅。CIA 都知道蘇聯嘅 KGB 都有用 LSD 嘅，為咗防範蘇聯嘅 KGB 同樣使用 LSD，CIA 內部嘅特工都要接受 LSD 測試。試過有一次一啲高級官員都被落藥，個目的就係要試下呢啲政府官員中咗 LSD 會唔會泄密咁。
有個案例呢，一個精神病患者被餵服 LSD 長達174日。終於啦，1953年爆出大鑊啦！一個新化學家俾佢嘅上司落藥，上司落藥俾下屬喎。呢個新化學家咧就陷入嚴重嘅幻覺同抑鬱之中，最後咧喺紐約一間酒店13樓嘅房間咧墮樓身亡，就成為一宗誤殺事件。但係咧一直去到1973年啊，即係20年之後，MK Ultra 呢個計劃咧先至停止。1977年，美國通過資訊自由法，2萬幾份相關嘅文件就解密啦。其實1973年，即係 MK Ultra 停止之前呢， CIA 局長已經係銷毀文件噶，但係仍然有2萬幾份文件咧被查出嘅。有一段時間呢，6% CIA 嘅預算咧係用於呢項計劃嘅。OK，CIA 下一項唔見得光嘅黑暗行動咧係暗殺。講到 CIA 嘅暗殺行動咧，就不得不講下暗殺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嘅事件啦。因為咧暗殺卡斯特羅實在太有戲劇性啦。首先，美國同古巴有咩恩怨呢？我喺 CIA 系列第2集，即係上一集咧已經講過噶。聽眾如果未聽過嘅話咧，請大家重溫下 CIA 系列嘅第2集啊。總之啦 ，CIA 為咗懟冧卡斯特羅，成立咗個專門嘅部門嘅，呢個部門叫 TSD。而暗殺卡斯特羅嘅方法咧，可以話比得上 James Bond 007電影啊！結果又點呢？就更加搞笑，傳聞中暗殺咗卡斯特羅638次都唔成功喎。其中有啲暗殺嘅手法咧，真係過癮到不得了嘅。例如CIA 研發咗一種毒雪茄，只要卡斯特羅吸幾口雪茄咧，就會冇命噶啦。結果呢一招殺唔到卡斯特羅。又試過喺卡斯特羅嘅雪茄入邊落炸藥，都一樣唔成功。CIA 就知道啦，卡斯特羅愛好潛水， CIA 曾經喺海裏邊放置啲巨型嘅貝殼，貝殼入邊裝滿炸藥嘅。結果呢啲行動又失敗。又試過咧喺卡斯特羅潛水衣入邊落毒，又試過喺卡斯特羅嘅西裝同軍裝入邊下毒都唔得。又試過多次揾黑手黨幫手暗殺卡斯特羅。因為咧古巴革命之前黑手黨喺古巴有大量賭場酒店同夜總會嘅。革命之後咧就全部被充公，所以黑手黨對卡斯特羅就恨之入骨嘅。CIA 揾咗芝加哥黑手黨嘅大佬詹卡納就出馬，想懟冧卡斯特羅，結果都係唔掂啊！仲有 CIA 策動過無數次食物下毒，一樣唔成功。最黑色幽默嗰一次呢，係 CIA 將啲脫毛粉灑喺卡斯特羅嘅衣服同鞋入邊，個目的為乜呢？就係想令卡斯特羅嗰啲鬍鬚咧就甩咗，企圖摧毀卡斯特羅嘅英雄形象咁。OK， 問題嚟啦，點解卡斯特羅咁大命嘅呢？點解卡斯特羅被形容為最難暗殺的人呢？後來歷史學家總結出幾個重點啊。第一咧，係卡斯特羅背後有個反滲透嘅天才喎。呢個人咧個名叫卡蘭特啊。呢個卡蘭特成功派臥底滲透咗入 CIA 嘅內部，卡斯特羅根本可以預早知道 CIA 暗殺嘅計劃嘅。第二咧，卡斯特羅知道自己極之危險，所以佢有幾十個神秘住所嘅，永遠最後一刻先決定去邊度瞓。汽車行咩路線，坐邊架車，永遠飄忽不定啊。第三咧係 CIA 內部嘅問題啦。CIA 為咗攞多啲撥款就不停構思各類暗殺手法，有啲咧根本就妙想天開嘅，點會成功呢？第四咧係 CIA 一味外判啲暗殺行動，就俾黑手黨同古巴嗰啲幫派，呢班友仔吹牛就叻，到真正暗殺根本都亂嚟嘅。第五咧係卡斯特羅好運啊。例如有一次卡斯特羅去希爾頓酒店，就叫咗一杯佢最中意嘅朱古力奶昔，而個侍應咧一早待定一粒膠囊毒藥，點知道準備下毒嘅時候咧，發現膠囊溶溶地喎，個殺手咧一時心急用力一掹，結果咪穿晒煲咯。第六咧係卡斯特羅觀察力超乎常人嘅，例如咧 CIA 招募咗卡斯特羅嘅情人阿羅雷斯，就準備咧落藥殺死卡斯特羅嘅。啲毒藥咧就放喺面霜入邊，卡斯特羅就觀察到羅雷斯搽面霜時候神色有唔對路喎。卡斯特羅索性攞支槍出嚟，同阿羅雷斯講：你不如直接打瓜我啦。結果羅雷斯就爆喊啦，
之後咧，羅雷斯繼續做卡斯特羅嘅情人啊。OK， 有人一定會質疑啦，有冇可能638次暗殺啊，都殺唔到卡斯特羅？嗱，呢條數咧係古巴情報部門計出嚟嘅，當中包括 CIA 傾過有準備去做，但係最後冇執行嘅行動。其中包括一啲暗殺咧 ，CIA 已經俾咗錢殺手噶啦，而嗰啲殺手咧收咗錢就走咗佬喎。最後咧，卡斯特羅活到90歲先至病死。各位，更加好玩嘅係2011年卡斯特羅被暗殺嘅次數係被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嘅。2016年卡斯特羅臨死之前仲嘲笑 CIA， 話佢能夠活到今日全靠 CIA 啫。咁總之啦，卡斯特羅咧係一個傳奇人物，雖然咧佢將古巴就搞到一塌糊塗、一窮二白，但係咧佢在生嘅時候，美國同古巴人啊仍然推翻唔到佢。OK， 卡斯特羅就精明兼夾好運啦，好多人就冇咁好彩啦。1970年 CIA 成功收買殺手，暗殺咗智利嘅將軍斯內德，又試過咧用毒牙膏想毒死剛果嘅總理盧蒙巴，不過都唔成功喎。後來咧終於使還手，都係殺咗盧蒙巴嘅。1988年 CIA 同以色列特務機構摩薩德合作，殺咗巴解第2號人物吉哈德。2020年1月3號就用無人機暗殺咗伊朗嘅軍官蘇萊曼尼。去到2026年2月啦，美以伊戰爭，美國同以色列咧就將大量伊朗嘅軍官同嗰啲高層咧用不同方式斬首暗殺咗。呢啲行動啊 ，CIA 當然有參與啦。總之啦，暗殺係 CIA 工作嘅重點之一。下一個 CIA 唔見得光嘅行動咧，係 CIA 嘅黑獄計劃啦，又或者稱為幽靈監獄。關於 CIA 嘅黑獄計劃，一切從911開始。911恐襲啊，美國就死咗3000人啦。呢件事就徹底改變咗美國啦。美國唔想再發生第二次911，所以就發起全球反恐戰爭。其他盟國咧都非常支持美國嘅，因為其他西方國家都隨時可以發生同類事件嘅。亦因為咁咧 ，CIA 嘅權力啊再次快速膨脹啦。於是秘密監獄就係咁出現啦。呢啲監獄咧有個共同嘅特點嘅，係不存在於官方地圖，不公開，不經法庭，不受正常法律監管。有時甚至連美國國會議員都唔知道呢啲神秘監獄喺咩位置嘅。總之，美國就希望咧喺冇法律嘅情況下審問啲恐怖分子。後來咧歐洲議會開始進行調查啦，最少查出波蘭、羅馬尼亞、泰國、阿富汗同立陶宛都曾經有過呢啲咁嘅監獄嘅。由於呢啲神秘監獄不在美國啦，所以亦不受美國法律監管。咁 CIA 點樣逮捕呢啲疑似恐怖組織嘅疑犯呢？ CIA 喺美國國內或者任何國家嘅地方，可以係街頭啊、機場或者戰場咁啦，可以神秘地拉走呢啲人嘅。咁某程度上咧，同綁架就冇乜分別嘅。後來咧，人權組織同美國參議院分別進行多次嘅調查，查出最少幾處神秘監獄。呢啲監獄咧，全部用代號去識別嘅。泰國嘅黑獄叫做貓眼，阿富汗咧叫做鹽坑，波蘭咧叫做石英，仲有羅馬尼亞、立陶宛、摩洛哥同古巴嘅關塔那摩。不過咁，大家注意，古巴嘅關塔那摩監獄咧係正式軍事監獄啊，但係 CIA 喺當地咧亦有另一個秘密監獄嘅，兩者咧可以話唔同嘅。喺呢啲監獄入邊咧 ，CIA 發展出好多酷刑啊嘅審訊技術咁。呢啲審訊技術咧係由2名心理學家負責開發嘅，其中包括水刑，將人啊困喺充滿昆蟲嘅箱入邊，剝奪睡眠啦，強制站立或者逼人咧維持痛苦嘅姿勢咁，甚至將啲糊狀嘅食物強行餵一個人食咁。公開文件顯示，一個叫祖貝達嘅巴勒斯坦人咧被施行水刑83次。其他嘅酷刑咧，全部都試過晒。2009年最後咧，確認佢咧唔係阿爾蓋達第3號人物，根本係一次擺烏龍。咁呢個係最經典嘅案例啦。事後阿祖貝達去咗邊呢？冇人知道。2014年出現咗歷史嘅轉折點。2014年美國參議院發表咗一份6000多頁嘅調查報告，淨係嗰份解密撮要咧都500幾頁嘅。結論係 CIA 有誤導美國民眾，
酷刑咧對反恐作用其實好細嘅。CIA 咧承認咗部分錯誤。CIA 嘅解釋係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呢句嘢後來成為一部香港電影好重要嘅對白，大家應該知道邊部電影啦。事後冇任何 CIA 高層需要承擔責任。CIA 第四項神秘行動咧係心理戰同輿論戰。呢啲行動咧統稱隱蔽宣傳啊。其實呢種宣傳咧喺冷戰嘅初期非常平常嘅。蘇聯都有大量間諜收買同滲透西方國家嘅媒體同啲大學嘅。1976年美國國會一份報告指出 CIA 咧最少供養咗幾百名外國記者。我之前出片講啦，1970年推翻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咧就成功收買咗智利嘅保守派大報紙《順事報》啦。咁另外咧亦收買大量英法德嘅報紙咁嘅，就聯合宣傳反共啦。咁基本上咧，除咗偽造假新聞之外咧，白色同灰色嘅宣傳咧喺國際上係變相被接受嘅。CIA 有句內部金句係報紙一隻字勝過10粒子彈。依家啦，當然就唔係用報紙啦，而係用網軍啦。我呢條片淨係講述正式有文件公開嘅事件嘅，傳聞嘅案件咧我就唔會講述嘅。好啦，咁最後 CIA 第五樣神秘行動咧係黑金政治。1960到1970年間咧，當時係越戰啦 ，CIA 扶植嘅寮國，咁即係依家嘅老撾啦，一個種鴉片嘅山寨王。呢個山寨王個名叫做黃埔啊。CIA 先控制一間叫 Air America 嘅航空公司，然後就幫阿黃埔運鴉片啦。呢啲鴉片就流入國際嘅毒品市場啦，得到嘅錢咧可以支持阿黃埔幫手打越共喎，又有經費可以進行 CIA 其他工作啦。總之 CIA 自給自足，結果咧唔少前線嘅美軍都染上咗毒癮。另外咧，呢間 Air America 嘅小型航空公司咧，又幫手運送黑錢同洗黑錢。有啲黑錢咧就流入咗澳洲、馬來西亞、巴拿馬同中東國家。終於就爆出紐根漢德銀行案。1980年，漢德銀行創辦人阿紐根呢被發現神秘死於車中。警方一查，原來涉及大量 CIA 嘅機密嘅，就搜出咗大量 CIA 嘅有關文件，事件就曝光啦。另外咧，仲有一單 BCCI 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嘅事件，都係同 CIA 洗黑錢有關嘅。1991年 BCCI 銀行咧就被迫關閉啦。呢啲事件全部有調查報告同解密檔案嘅。呢啲調查咧包括1992年美國參議院調查報告，1998年 CIA 高層親口承認嘅希爾報告，仲有後來根據美國資訊自由法解密嘅大量文件。呢啲事件咧全部有記錄可以查得出嚟嘅。我前邊就講咗啦，本片內容全部係已被公開嘅事件，所以大部分都唔係近呢20年嘅事嚟㗎。咁希望大家明白呢點吓。和你看歷史 CIA 系列咧就到此為止啦。最後希望大家俾多啲意見我，又或者大家有咩題目想聽嘅咧，請你通知我，留言通知就得㗎啦。記得訂閱、點讚、留言、分享啊！拜拜。